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五日节若到，大家除了会食肉粽以外，佫会开始讨论南部粽甲北部粽。毋过，台湾除了南部粽甲北部粽即种咸的肉粽以外，佫有真侪无共款的粽。这个粽你敢拢知影？今仔日这集，咱就要来介绍6种台湾粽。北部粽，北部粽的鸭较惯细胞，竹笋、虾米、菜脯、猪肉、打的香菇、咸卵仁。伊的特色是自米会先炒过，炒好了后，才将饭甲鸭做伙包落粽盒内底，放入去笼绳吹。因为真生油饭，所以互南部人笑讲是包粽盒的 3D 油饭。南部粽，南部粽的鸭较惯细胞，土豆、猪肉、辣子、蚵仔、红葱头。其实即摆的粽鸭拢有透烂，无讲一定爱包啥。南部粽的特色就是用青苎米落去包，包好了后会放入去糜仔用杀的。客家粿粽，客家粿粽嘛是咸粽，是会当代表客人的传统粽之一。鸭的惯细胞、猪肉、虾米、菜脯、香菇，甲一般肉粽较无共的是，客家粿粽拍开是看无米的，因是先甲自米磨做米酒了后底互打，再搁甲烂做亲像草仔粿，也是麻糍迄种的粿册，然后再用粽盒甲皮甲鸭包起来，揢去吹。客家粿粽食起来口感是 QQ 的哦。羹粽，羹粽是一种甜的粽，伊是糯米浸水了后掺羹粉落去拉所做出来的。糯米掺羹粉了后会慢慢扬起变糊，变做金黄色半透明的，食起来嘛 QQ 哦。毋过伊本身是白食无味的，所以大家拢会揾糖也是蜜来食哦。豆沙粽，豆沙粽嘛是甜的粽，伊就含伊的名同款，内底包的就是豆沙。有的人会包红豆的豆沙，有的人会包绿豆的豆沙。豆沙粽嘛同款是用糯米落去做的，所以甲羹粽较无共的是，豆沙粽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米哦，而且伊本身就已经有甜啊，所以嘛较先甜咯。台仔粽，台仔粽是一种原住民的粽，特色是用台仔糯米落去包的。主要的做法是先甲台仔泡好软，刷落来甲猪肉做伙包入去会当食的假酸州叶内底，再搁用叶桃叶甲卷起来，最后用面丝仔甲绑起来。有的人会揢去撒，有的人会揢去吹。好，以上就是今日要分享的6种台湾粽，毋知影大家敢拢有食过？甲会食倒一种呢？拢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另外，甲大家提醒一下，粽虽然好食，毋过因拢是用糯米做的，糯米歹消化，所以嘛毋通一困食伤济哦。我是Lisa，若想介意我影片，莫有一把起赞，佮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慢慢直接订阅留个屁啊铃啊，安尼可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Lisa嘛有 Facebook 佮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